最近網上一款另類嘅卜哩哩遊戲正喺度爆紅啊！玩家需要透過利用唔同嘅顏色、動作巧妙咁樣融入遊戲地圖入邊嚟躲避獵手嘅追捕。其實大自然入邊嘅生物一早已經係呢個遊戲嘅老手玩家啦。歡迎大家收睇1分鐘瞬間看生態，我係阿 Matt。今日要介紹嘅係動物嘅隱藏秘笈。大家可能最快會諗起保護色，就係生物透過演化出同周遭環境相似嘅顏色嚟躲避捕食者嘅視線。但除咗保護色以外，原來以太都係生物生存嘅一大秘笈嚟㗎。意思就係生物透過模擬其他事物嚟避開甚至趕退敵人嘅機制。俾3秒時間你可唔可以喺圖中入邊揾到扮演樹枝嘅竹節蟲呢？喺呢度啊！另外，除咗外形相似，竹節蟲有時甚至會主動搖擺自己嘅身體嚟模仿隨風飄動嘅樹枝。不過生物以太嘅例子又點會咁少啊？生物亦都會模擬唔好食，甚至係危險嘅對象。果然騙徒嘅手法真係層出不窮啊！你可唔可以諗起更多令你驚訝嘅生物隱藏秘笈呢？歡迎去到留言區話俾我哋聽啊！請大家繼續留意1分鐘瞬間看生態，一齊喺小樹林探索大世界。